后来高以翔伫中国录节目意外来死亡，经过证实是不明原因引发的心脏麻痹，也就是心脏去缩起来。心脏科的医生讲，这甲压力、甲过劳有密切的相关。确实，这个高以翔是伫半暝1点来录节目，是咧比赛这个跑步，当时的温度只有9度。健身的教练讲，全身型的运动一定要先做暖身春轮，运动进前，若感觉身体怪怪无爽快，千万唔通贸然来做剧烈的运动。哇！我真的害怕了。中国节目每一个关卡，大部分拢是爬壁、行滚、扫并来并去、跳来跳去等等高难度的动作。或者艺人真艰苦，嘛互人看到心惊胆吓，这嘛造成艺人高以翔参加节目录影发生不幸意外。面对不明原因，心脏熊熊缩起来。心脏科医师安尼讲：在短时间做一个很激烈或者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，对心脏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跟负担，尤其是在过劳跟疲惫的情况下。医生讲，高危险群有一种是本身有心脏血管的疾病，另外一种的病人是真难发觉，验过若举起来就真危险。保持运动对着健康有帮助，验过一定要做好暖身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跑步呢，需要用到非常多的关节哈。那我们从踝、膝、髋、肩这些关节去做加强。包括练走、拍球运动、骑脚踏车，拢要先做暖身的运动，嘛唔通认为讲运动流汗就穿真少。建议是先穿保暖的衣物来做暖身，然后等你热开了，你可能再一件一件的去脱掉。保持规律的运动习惯是真好，也毋过嘛唔通过头。你若感觉人无爽快，一定要休困，安尼才袂造成心脏负担。千万唔通摕家己的性命滚酸笑。